開鏡見一名男長者同一名坐輪椅嘅女長者喺院舍戶外休息，湯盈盈行到佢哋身邊打招呼，握住女長者嘅手話：精神唔錯喎，睇嚟依間院舍幾啱你哋噃。畫面轉至航拍鏡頭，一名男長者喺房間陽台舒展筋骨。畫面逐漸拉遠，展示成間院舍嘅外觀。畫面切換至近鏡，並出現熒幕蓋字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。湯盈盈對一名坐輪椅嘅女長者講：社會福利署嘅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。畫面轉至院舍嘅長廊，一名男長者同一名女長者坐喺長凳上傾偈。一名院舍男職員推住一名坐輪椅嘅女長者經過，並對另一名男長者打招呼。畫面出現熒幕蓋字不同院舍選擇，鏡頭切換至院舍內嘅活動室，一名院舍女職員陪住一名男長者練習書法。畫面再轉至另一間房間，一名院舍男職員幫緊一名男長者洗頭。畫外嘅湯盈盈話：係俾喺香港輪候緊資助院舍服務嘅老友記。畫面轉至院舍嘅魚池，一名院舍女職員陪住一名女長者餵魚。鏡頭切換至近鏡，見到魚池裏面嘅錦鯉游嚟游去。畫外嘅湯盈盈繼續話：選擇喺廣東安老。畫面轉至院舍嘅花園，一名男長者觀賞緊植物。鏡頭切換至院舍房間裏面，一名女長者拎住兩杯水行向陽台上嘅另一名女長者。畫外嘅湯盈盈話：而且環境舒適。畫面轉至院舍飯堂。湯盈盈同一名男長者、一名女長者喺飯堂享用緊午餐。畫外嘅湯盈盈話：飲食又好。畫面切換至院舍嘅戶外休憩空間，湯盈盈陪住啲長者使用伸展身體嘅健身設施，旁邊亦有另外一名院舍男職員協助緊佢哋用相關設施。畫外嘅湯盈盈話：活動又多。下一鏡轉至院舍內嘅活動室。一名提供關愛服務嘅男社工，一名女長者同一名女士愉快咁傾緊偈。畫面出現熒幕蓋字關愛服務。畫面轉至院舍嘅另一間活動室，一名男長者拎住咪唱緊歌，另一名男長者、兩名女長者、一名院舍男職員同一名院舍女職員跟住音樂開心咁拍緊手。畫外嘅湯盈盈話：社工仲會不時探訪協助老友記適應。畫面轉至院舍嘅物理治療室，一名院舍男職員幫緊一名男長者進行復康運動。畫面出現熒幕蓋字醫療補貼。畫面切換至院舍嘅西藥房，一名女醫生拎緊啲藥物。下一鏡轉至院舍嘅中藥房，一名男中醫師喺百子櫃拎緊啲藥材出嚟。畫面切換至護理室，一名院舍男職員幫緊一名女長者量血壓。畫外嘅湯盈盈話：政府仲會提供醫療補貼俾參加計劃嘅老友記。尾鏡轉至院舍戶外，湯盈盈同一名男長者、一名坐輪椅嘅女長者喺草地上，背向院舍嘅大樓，面帶笑容望住鏡頭。同時，畫面上方出現熒幕蓋字灣區安老樂活宜居。畫面下方出現社會福利署標誌。湯盈盈話：灣區安老樂活宜居。